中国政府公布2024年的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7.2%，但又是超过台票7兆，而且是咱台湾国防预算的16倍多，引起国际关注。有专家认为，中国是想要利用这军事费用来暗砍国内经济变坏问题，嘛利用军事费用来稳定军权。中国2会初五开幕，国务院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。毋若甲和平统一这个事抬调，预算书内底讲到2024年军费编1兆6655亿人民币，差不多7.3兆的新台币，比去年增加7.2%，是5年来新高。相关消息引起国际密切的关注。美国甲日本拢认为讲，中国的国防支出应该更较透明。日本官方长官嘛强调支持台海和平。平和学国及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し、法の支配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を強化する上で、これまでにない最大の戦略的な挑戦であり、We do continue to call on them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ir actions that they're taking, not only in the Indo-Pacific region but around the world. 中国这几年的国防预算慢慢增加，为2022年1兆4500亿的人民币，到2024年增加2000多亿的人民币。那台湾是为3740亿增加到4406亿，两方差别16.5倍。专家认为讲，中国想要用军费弥补经济萎缩的空虚，嘛要透过提高军费来稳固军权。用这个军事发展的部分来提供部分的就业率，还有就是技术升级，是以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强调是富国强兵，那么现在习近平走的是强兵富国的路线。面对两方军费的落差，数据分指出，台湾即马强调的无边防作战、甲无边防兵力是真关键。今次投资防空飞弹、甲反舰飞弹会是第一优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